就惊咱台湾会爆发到大规模的感染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超前部署，限制第一线医疗人员出国。就算是公务出国，回国了后，嘛要做自主的健康管理14天，而且袂当到第一线做临床照护的工作。这个政策上主要是要保有台湾的医疗量能，但是嘛已经引起到部分医护人员的反弹。若相关的配套的细节、实施的期间、甲这个补偿的措施等等，明仔载拜二会开会来决定。武汉肺炎的疫情一直拖，医护人员拢无通用，加上南山的社区感染个案的增加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超前部署，第一线医疗人员袂使出国，希望会使保有充分的医疗量能。对于高风险的中港澳的地区呢，那么希望这个严格的禁止医师人员前往。已经发布为旅游警示地区的话呢，除非是因为有公务或者会议或特殊原因，那么经过报准之后，那么才能够前往。为了避免伫院内喂来喂去，就算经过同意出国医疗人员回国了后，嘛要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而且袂使做第一线的临床照护工作。政策一日出来，全国有6成，差不多是32000名医生受到影响，更有8成，差不多有115000名护理师嘛伫限制内。因为3月到4月份有真个全球医疗研讨会，医方希望讲要有相关的办法。都是在已经预定计划了，报了名，甚至旅费都给了。那如果说卫福部有这种命令的话，我们当然是接受，也就是说看有什么方法来补救，因为报名费好几万。医生嘛建议讲，若是要超前部署，嘛要考虑除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外，其他的科别敢嘛需要提早进行教育训练，才有到伫疫情上较严重的时期，完全发挥台湾的医疗量能。